有一个69岁老先生哦，伊家己一个人出去外口，好亲像是因为身体无爽快，雄雄煞来绊倒，所以呢，伊就无喘气，嘛无心跳。离抢救的现场一困难是有10外的救护人员拢活过哦。原来呢，这个意外就发生在消防军队头前。迄一天拄啊好是队员大家拢有代志要转去队部，听到讲有紧急的案件，3步做2步走，冲到现场哦。包括着3个高级救护技术员、6个中级救护的技术员，也佮有护理师、技工拢走过去。老先生送病院了后，恢复心跳的功能，民众就学了讲，真正是一个超强的救护团队。一个乌里伞昏倒一个大马路，自2分钟了后，方发现开始有人赶来，1个、2个、3个，愈来是愈多，全部拢是专业的救护人员。就在电击。救人是真紧急。救护团队拢总围伫咧即个乌子伞身躯边，有人斗相共 CPR， 有人准备要电击，分工合作要来将人送去哩救护车。因为刚好是我们分队在填休，所以很多上班以及那个放假同仁都在分队。原来这件代志就发生伫咧消防分队头前，迄一天69岁乌里伞牵着抗命车来经过，雄雄昏倒一个大马路。对面的消防队有人发现情形毋对，拢赶紧走过来斗相共，拄好拄到同事拢在补班，所有人拢伫咧算的现场，就有3名高级的救护员、6名中级的救护员，也佫有护理师，全部的人拢总伫咧。我们对面的39化兵群也有派那个弟兄出来协助交管。要说他到医院之后有恢复自主的心肺功能，我们其实大家都觉得还蛮振奋的。连伫边的阿兵哥嘛来斗相共做交通的管理，队上补班，互所有的人拢集合做伙。拄到这种状况，大家想的拢是要来救人。这名乌吉伞奉送病院治疗，已经来恢复心肺的功能，互即摆救人的行动特别有意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